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Polly 嘅。今日嘅話，呢一個視頻就係同大家講解下關於我哋香港、澳門同埋台灣呢邊嘅朋友喺中山點樣辦居住證。咁我一次過嘅話，將流程講晒，我會將流程嘅細節放喺我視頻嘅後面嘅。如果係有需要嘅，都可以截圖保存噶。咁首先嘅話，要滿足條件嘅就係居住登記滿半年，或者係有屋住、有公開、讀書3選1都得噶。咁要啲咩資料呢？去辦理嘅話就要帶4樣嘢嘅。咁我哋回鄉證啦、身份證啦、居住證嘅相片回執嘅。咁仲有一個係居住證明嘅。咁居住證明係咩呢？房產證啦、租約合同啦，或者係我哋工作證明嘅3選1啊。3嘅話，咁去邊度辦啊？用中山嘅運預約，或者係我哋嘅粵省市揀你住嘅鎮區嘅政務中心嘅公安專區就 OK 啦。咁現場填表交資料打埋指紋嘅。咁仲有就係幾時可以攞證啊？重點嚟啦哦，10個工作日左右嘅話就可以攞證噶啦。首次係免費嘅，有咗佢之後嘅話，辦我哋公交卡、睇病啊、辦業務啊，樣樣都係非常之順利噶。詳細清單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。有興趣想要了解更多嘅資訊嘅話，可以關注 Polly 呢個頻道嘅。拜拜。